現在請大家用熱烈嘅掌聲歡迎今晚參與演出嘅歌手陳潔靈、羅嘉良、陳松伶、麥潔文、李龍基、鄭俊弘、何雁詩、谷薇、鄭世豪同 JW， 亦有請今晚嘅大會司儀鄧子峰、陳庭欣、張希文。大家好，歡迎晒收睇《明愛戀萬心》啊！今晚真係好開心，因為有好多嘉賓上嚟參與我哋嘅節目。咁啊特別咧就係盧家，好耐冇見你上嚟綜藝節目咯，好開心啊！今日多謝晒你。不如咁啦，由你帶頭同我哋呼籲一下先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！嗱，總之一句講晒，我哋落力演出，請大家踴躍捐書。我哋有68條熱線，由依家到今晚11點半打嚟。1835333，68條線嘅嚇。咁其實咧63年嚟咧，明愛一直都係本住咧以下嘅宗旨，包括咗咧係輔助弱勢社群啦，亦都係發展人嘅才能啦，同埋致力溝通和解，建立回歸社會嘅精神。係啊，所以希望咧大家繼續可以落力支持明愛㗎。嗱，今晚除咗我哋3位司儀啦，同埋一班嘅歌手朋友喺度之外咧，我哋仲有咧陣容龐大，有成員超過100人嘅新星國樂團，歡迎晒你哋！冇錯，真係好多謝佢哋㗎。而咧，我哋睇下呢一邊咧，已經符合晒咧明愛一路以嚟嘅服務宗旨啦，就係沿路同行，散播愛的種子，為社會帶嚟正能量。好似咧佢哋嘅作品一樣咧，真係陪住唔少朋友一齊成長嘅。其實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已經有好消息，就係李夏和夫人咧係捐出50萬支持明愛嘅，多謝晒李夫人，多謝晒，多謝晒。個勢咁好咧，就一於唔好俾佢停啦，大家一定要打嚟1835333咧，多啲支持明愛啦。冇錯啊，嗱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鄭俊弘會同我哋唱歌啦嚇，唱出嘅咧就係火線下，其中有一句歌詞咧就話咧越過高高低低，總要往上爬喎，係咪 friend？為咗這一份義氣，同行踏進火海未怕死，共患難這種硬道理，時來運到天空我爭氣，或者開始那天起，停下再沒有日期，並肩走出過生死，能共進，但最終能共退，卻只有自己。越過高高低低早往上爬，從懸崖邊看下，放學會瀟灑，情詞要放棄嗎？人情要放低嗎？求全身退居火線下，直到簡單一切作罷，回頭時方發現大覺已開花，沿途殺氣軟化，眉頭有了牽掛，平凡的幸福需要一個天價，為咗想爭奪獲勝，連場暗變的險惡處境，日後就等天地做證，無懼畏的一寸光景，是否敢於說一聲，從沒有後悔事情，日子怎數算得清，情見你永過境，定判你抹走那曾經。越過高高低低總往上爬，從懸崖邊看下，放學會瀟灑，情詞要放棄嗎？人情要放低嗎？求全身退居火線下，直到簡單一切作罷，回頭時方發現大覺已開花，沿途殺氣軟化，眉頭有了牽掛，平凡的幸福需要一個天價。總往上爬，從懸崖邊看下，放學會瀟灑，情詞要放棄嗎？人情要放低嗎？求全身退居火線下，直到簡一切作罷，回頭時方發現大覺已開花，沿途殺氣軟化，眉頭有了牽掛，如尋到某些真相可更驚詫。
世中不知邊個高，或者絕招同到雨露，但我知輪外星找不到更好，待我心世間始終美好。絕世中不知邊個高，或者絕招同到雨露，但我知輪外心找不到更好，待我心世間始終美好，待我心世間始終美好。我哋樂團咧今晚演出咗咁多首金曲嘅，多謝晒。亦都咧要多謝咧著名二胡演奏家咧霍世傑老師啦，同埋咁多位年輕嘅弦樂好手，仲有咧表演嘅咁多位歌手㗎。仲要多謝咧 AMTD 上城集團提供嘅捐款熱線，同埋電視機旁邊嘅你哋。打嚟183533368條線等緊你，又或者咧用以下嘅方法慶祝今晚嘅節目咧圓滿結束嘅。係喺度再次多謝咁多位參與嘅朋友同埋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辛苦晒你哋。今年嘅明愛戀萬心時間又到啦，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，出年再見。多謝晒。